大家好，我是罗亚娜，我是一名ljubljana亚那大学的斯洛文尼亚的汉学教授。我能够参加第4届梅山东坡文化学术高峰论坛暨第6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而感到非常的荣幸。首先，我想感谢组织机关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同时我想庆祝你们能够那么成功的实行这些重要的会议。那么我的研究和教学的主要范围是中国哲学，所以我没有资格讲任何有关苏轼的文学价值或者他的作品的文学特点的话。但是，就像山春教授在他的论文中指出，苏轼不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名优秀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也属于中国历史当中的最有名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除此之外，他的作品也包含着许多非常深刻的哲学因素，所以我也可以随便的、简单的讲一些自己的有关这方面的观点。苏轼开始从纯粹政治与文学转到哲学思想的转折点是，我想1079年，因为那年苏轼他第一次被逮捕了，而且入狱。一般学者认为他那个时候受惩罚和随后放逐的原因是他所写的一些私下的诗文，因为他在那些诗文里面，暗示他对于当时的一些改革措施的不满。1080年，他出来的那一时刻，他已经完全不一样，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了。他比较内省，开始回避政治，转而考虑生活和哲学。他那个时候也开始阅读孔子的《论语》，还有《易经》，还有这方面的许多经典，而且他也写了不少的新诗。很多学者认为，他的这段时期内的创作是属于他最著名的诗句。当然，只用5分钟的时间，就很难解释苏东坡诗文内涵的独特而深刻的哲学层面。但是，毫无疑问，他对于宋明理学观念的发展，就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最近，许多关于苏轼的英语的研究都集中在他的美学和哲学概念上。比如说 Michael Feller 在他的有关苏轼的文学以及哲学价值的书，特别强调他对于理概念的新的解释或者新的诠释。通过分析苏东坡对于理概念的理解，他鲜明地指出，这些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活力可以归因于苏轼的成熟的智慧。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看到现象界当中的各种模式，会让我们更明显地感应与现实的各种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苏东坡的著作可以向我们揭示文学与哲学思想的联系。今天我们来读苏轼的诗文，我们不但可以感到当代与过去的种种联系，而且也可以加强我们的想象力，而这一点无疑可以促进全人类的美学以及伦理的发展和进步。谢谢你们，再见。